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嚟講講高血壓嘅飲食雷區。家下好多人年紀輕輕就血壓超標，除咗係遺傳同埋生活習慣，其實同平時鍾意食嘅嘢係好有關係嘅。血壓升高好多時係唔係一朝一夕嘅事情，而係長期唔好嘅飲食習慣啦，積累而成嘅。飲食絕對係重中之重啦。醫生同營養師都再三提醒，有8樣嘢血壓高嘅朋友一定要少食為妙啦。尤其係第3種，好多人日日都食，搞到血壓居高不下，甚至突然飆升，都唔知係咩事。今日呢條片全程乾貨，建議大家收藏啦，轉發俾屋企有血壓高嘅親朋戚友啦。第一種就係高鹽醃製食品啦。首先第一樣就係大家最熟悉但係又最容易忽略嘅高鹽嘅醃製食品啦，譬如鹹魚啦、臘肉啦、鹹菜、梅菜、腐乳，仲有包裝嘅榨菜、蘿蔔乾。人體每日食鹽攝入量建議唔好超過5克，但係一塊普通嘅腐乳，佢含鹽量就已經超過3克啦。如果長期多食高鹽嘅食物，就會導致體內嘅鈉離子超標啦，水分滯留，血用量增加，咁就會直接加重心臟嘅負擔，推高血壓啦。好多老人家鍾意用鹹魚臘肉嚟餸粥，或者係早餐食榨菜配白粥，呢個習慣一定要改啦。專家提醒，長期高鹽飲食仲會增加高血壓嘅併發症，譬如中風啦、冠心病嘅風險，絕對唔可以大意嘅。第二樣就係油炸高脂肪食品啦。第二樣要少食嘅係油炸同埋高脂肪嘅食品啦，例如炸雞啦、薯條啦、油條啦、油餅啦，仲有啲肥肉啦。內分泌醫生解釋，高脂肪嘅飲食會導致血液當中嘅膽固醇同埋甘油三酯升高，血管壁就變厚變脆，形成動脈粥樣硬化，血管狹窄咗，血壓自然就會升高啦。而且油炸食品嘅熱量超高，好容易導致肥胖啦。而肥胖本身就係高血壓嘅高危因素啦。好多人鍾意早餐食油條或者下午茶食炸雞薯條，呢啲都係高血壓嘅隱形殺手。建議大家用清蒸啦、水煮啦、涼拌嘅方式嚟烹飪，代替油炸。第3樣就係精製碳水化合物啦。重點嚟啦，第3樣就係今日嘅重頭戲，精製碳水化合物，譬如白飯啦、白麵包啦、白麵條啦、饅頭啦，仲有啲蛋糕啦、餅乾啦、月餅啦。呢樣嘢好多人日日都食，甚至一日3餐都離唔開。但係營養師就緊急提醒啦，精製碳水經過高度嘅加工，膳食纖維大量咁流失，升糖指數超高，食咗落肚之後，血壓會快速飆升，刺激胰島素分泌，導致脂肪堆積，同時亦都會引起血管收縮，血壓瞬間就升高。有患者反饋自己每日食2大碗嘅白飯，血壓一直控制唔好。後嚟聽從醫生嘅建議，將一半嘅白米飯換成糙米啦、燕麥啦、藜麥啦，血壓竟然可以慢慢咁穩定咗。所以血壓高嘅朋友一定要減少精製碳水嘅攝入，多食啲粗糧雜豆，增加膳食纖維。第4樣就係含糖飲料同埋甜食啦，譬如可樂啦、雪碧啦、奶茶啦、果汁飲料啦，仲有糖果啦、雪糕啦。好多人以為血壓高唔使戒糖，呢個就係大錯特錯啦。心內科專家指出，過量嘅糖分，尤其係添加糖，會導致胰島素抵抗，引發肥胖同埋代謝綜合症，間接就會推高血壓啦。而且一杯普通嘅珍珠奶茶，佢嘅含糖量高達50克以上，遠超每日建議嘅25克嘅添加糖嘅攝入量。長期飲含糖飲料仲會損傷血管內皮細胞，加速血管硬化。建議大家多飲白開水、淡茶水或者係苦蕎茶，
代替含糖飲料。第5樣就係高嘌呤食物啦，譬如動物內臟啦、海鮮啦、龍肉湯啦、火鍋湯等。可能有街坊會問，嘌呤唔係同痛風有關咩？點解同血壓都有關嘅？醫生解釋，高嘌呤飲食會導致血尿酸升高，而血尿酸超標都會損傷血管，導致血管收縮，同時加重腎臟嘅負擔，影響體內水分同埋鈉離子嘅排出，從而就升高咗血壓。而且好多人鍾意飲龍肉湯、火鍋湯，覺得營養豐富，但係呢啲湯入邊佢嘅嘌呤同埋鹽分都超高，血壓高嘅朋友一定就要少飲龍肉湯。煲湯嘅時候記得撇去啲浮油，而且唔好煲太耐。第6樣就係酒精飲品啦，絕對係要少飲，甚至唔飲。譬如白酒啦、啤酒啦、紅酒啦、黃酒啦。相信大家都聽過少量飲酒有益健康，但係世界衛生組織早就將酒精列入一類嘅致癌物，任何劑量嘅酒精對於血壓都冇好處。酒精會直接刺激血管擴張，之後又會反彈收縮，導致血壓劇烈波動。長期飲酒就會損傷心肌，導致酒精性嘅心肌病，同時加重肝臟嘅負擔，影響降壓藥嘅效果。醫生建議血壓高嘅朋友最好就係滴酒不沾啦。第7樣，加工類肉製品，譬如火腿啦、香腸啦、午餐肉啦、熱狗啦，呢啲食物為咗保鮮同埋增味，通常會添加大量嘅鹽啦、糖啦、防腐劑同埋增味劑。有員工爆料，某品牌嘅火腿每100克嘅含鹽量就高達6克。如果長期食用嘅話，唔單止會導致鈉離子超標、升高血壓，仲會增加患癌嘅風險。所以建議大家選擇新鮮嘅豬肉、牛肉、雞肉，自己烹飪，代替加工肉類。穩定血壓關鍵就係要識食啦，唔單止係食乜嘢，更加重要嘅係要點樣食。建議煮飯嘅時候可以用醋啦、檸檬汁啦、八角花椒啊、蔥薑蒜等嘅天然嘅調味料嚟調味，慢慢減少對鹽同埋豉油嘅依賴。仲有就係買包裝食品嘅時候要養成睇營養成分表嘅習慣，重點留意鈉嘅含量，佢通常以毫克為單位標示嘅，同時會標示佢佔營養素參考值嘅百分比高過30% 嘅，咁就盡量唔好揀啦。仲有就係保持適量嘅運動啦。英國運動醫學雜誌就曾經刊發過一項嘅研究，呢項研究顯示各種運動都有降血壓嘅效果，但係對比所有嘅運動類型，等長運動嘅降壓效果最明顯。譬如靠牆靜蹲啦、平板支撐啦、扎馬步啦。呢啲等長運動可以令收縮壓降低8.24毫米汞柱，舒張壓降低4毫米汞柱，降幅甚至係跑步嘅4.49、2.53毫米汞柱嘅2倍。專家表示，高血壓嘅患者而採用高頻次、短時間、低強度嘅運動方式，運動前最好係測一下血壓。血壓過高，收縮壓超過160毫米汞柱，舒張壓超過106毫米汞柱，就唔適宜運動啦。運動前後都要做好熱身同埋放鬆嘅活動，鍛煉嘅時候要保持動作正確、自然呼吸，運動量要循序漸進，一旦出現唔舒服就要及時停止啦。最後再嚟分享一個降壓食譜，照住食血壓更加健康。呢個係一份專為中國人設計嘅健康食譜，應用呢種健康飲食嘅志願者4周嘅時間，收縮壓下降咗10毫米汞柱，主要嘅心血管嘅事件風險下降咗20%，冠心病風險下降咗17%。腦中風風險下降咗27%，
心衰風險下降28%，全因死亡風險下降咗13%。咁具體呢份食譜係點樣嘅呢？早餐1袋牛奶300毫升，加1個雞蛋，再嚟加1片全麥麵包，再加1小紮嘅堅果，1個水果。堅果入面含有豐富嘅鉀鎂，對於血壓有一定嘅降低作用。午餐100克嘅瘦肉、紅肉、白肉各一半，再嚟半斤嘅蔬菜，加50克嘅米飯，再嚟加10克嘅粗糧。粗糧含有豐富嘅鉀元素。再嚟睇睇晚餐，100克嘅海產品，再加100克嘅豆製品，250克嘅蔬菜，加1兩主食或者粗糧。另外，烹調嘅方式推薦蒸、煮、拌等，減少油脂嘅攝入。要注意嘅係，對於已經明確患有高血壓嘅人嚟講，遵預囑規範咁食藥係非常重要嘅，唔可以因為食降壓食物而擅自咁停藥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嘅視頻內容就到此為止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